同市自聘证协进会为鼓励新生儿行出户外接触人群，为108年起，首次举办全领自备儿骑脚踏车环岛活动。首届举办时，新生儿就大约骑了1000公里，非常的无简单。这几冬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活动暂缓。现在疫情降温，桃园市自聘证协进会决定再次带领囡仔出发，希望透过活动推广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。我们这次的活动也为的也是要全省来倡导我们 CRPD 的精神啊，在人权上啊，人人平等啊，不接受这个歧视，也不接受霸凌等等等啊的相关的公约的规定。那这次我们活动非常的顺利，我们总共的从桃园出发，15号出发到今天啊，我们经过了花莲、台东。然后一路到台南来，明天等一下下午会到嘉义啊，然后陆陆续续这几个行程当中，28个工作人员，10个我们工坊的孩子，我们还有10组的亲儿啊，10个家长陪同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总共有8个人啊，然后一路这样子来在这次的活动啊，希望能够来完成整个行程。这次单车环台活动，15号为桃园出发后，18日到达台南。暗时日大东区塔木德饭店，经过一暝休困，19日再度启程。市员朱正轩、蔡立青、周家伟也拢到场为新生儿加油打气。我们台南市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的自闭症关怀协会已经正式成立了。那透过这样的社团，我们要让更多的自闭症的病友还有家属都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孤单，还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提供，让病友们可以走出来，认识更多的人，也让社会大众可以对病友有更多的认识，然后来更多的友善。今天是从南到北的一个串联，所以我们很感动。那刚才我们桃园理事长也是希望我们往后多支持这样的活动，就像我们之前所办的脑性麻痹协会，我们都希望他可以走出来，可以跟人群接触，甚至以后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，不要受到歧视。那我希望借由社会大众的这种活动呢，去呼吁我们的大众去重视他们，然后帮助他们。我觉得大家多出一点力量，那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温暖。台南市自聘证关怀协会这次也号召来了25位重机车友陪骑，沿路保护生理的安全，展现台南人的热情和善良。因为我们是4月才刚成立的这个社团法人台南市自闭症协会，那来参访我们呢，顺便呢跟我们一起，我们呢陪同他们小朋友呢骑一段他们的这个环岛路线。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台南的一些重机骑士啊，因为我们的理事自己本身也是在玩重机，那等一下重机骑士呢会当前导，然后陪伴孩子骑一段路，然后在这边呢就是也跟大家来宣示，就是说这个身障者的权益公约，还有我们台南已经有自己的自闭症协会了，那可以陪伴我们台南这边的家属啊，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跟协助。桃园市自聘证协进会表示，每一个自聘儿拢有特色，平常时伫新庄社区里间做也设施学习，希望让因学习到独立并适应社会生活。这次单车环台活动，除了宣导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以外，也希望因会当行出户外，建立甲他人互动能力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